这是我担任副总统以来第一次出访。虽然疫情严峻，但是能够为国效劳，是我的荣幸。代表总统蔡英文去访问友邦洪都拉斯，副总统赖清德在机场发表谈话，秉持着踏实外交、互惠互助之精神，深化与洪国合作。6港5暝行程真赶，赖清德伫台北时间1月25启程，伫美国洛杉矶过一暝，27到洪都拉斯，28出席卡斯楚总统的就职典礼，29伫旧金山过一暝，30暗时到台湾。这期间会甲卡斯楚会面，稳住台洪两国的邦交，甲贝里斯总理会谈，有可能甲美国总统贺锦丽见面，甲美国政要通话，也是视讯的会议。这里是在赖副总统的出访的专机上面，我可以看到这一次出访专机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防疫工作不能马虎。在我后面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一次随行的团员是非常少的，是限定名额的，因为防疫真的非常的重要，每个人采取的是梅花座。在疫情期间，访问团坐华航的专机，和工作爱做到万无一失，挂嘴暗，采取每回座保持社交距离，飞行机准备的餐点。为精彩主餐到点心，一项都无减。戴上一层塑胶手套，然后还有就是很标准的类似已经外科等级的防护衣。访问团出国除了逐工爱快筛，回国前爱搁做 PCR 体检。赖清德伫任内头一摆出国访问，爱完成深化邦谊、深化合作、甲深化民主台湾3个使命。